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ack。今日係25年2月2號，咁我身處溫哥華，年初五喺溫哥華 Chinatown 有巡遊活動，帶大家睇下。咁行咗一陣啦，其實原來室內都有啲活動嘅，有啲唔少長者喺度聽粵曲。行下入咗間麵包鋪。最尾買咗臘味飯、菜肉包、雞尾包同埋菠蘿包 ，total 14蚊3毫半。呢啲天氣好適合食啲熱嘅暖下胃。糯米嘅熱氣將臘味搭配豉油嘅香氣升華到另外一個層次。我俾2個字：好食。食飽行過一條街，咁就會見到醒獅隊。新年快樂啊！可唔可以攞一張啊？身體健康啊！多謝多謝。Which one? This one, $2. 呢家時間大概3點啦。其實我今日係算係遲咗出門嘅，咁但係都算睇到啲嘢啦，都算影到啲相嘅，即係都算有參與到啦。咁都差唔多完咗噶啦呢度。依家就諗下啊，除咗過到嚟呢度餐攤，咁仲有啲乜嘢我可以去到嘅咧，行到嘅咧？咗大概10分鐘啦，又係唔同嘅景象啊！條街已經係呢間店係賣黑膠唱片，聽講開喺1996年，有差唔多30年嘅歷史，包羅萬有啊！呢度嘅黑膠唱片，建議可以行下。
10到15分鐘啦，最多15分鐘嘅啫呢條路。咁又過咗嚟呢度煤氣鐘，就咁樣出蒸汽嘅啫，以為佢嘅每個整時啦、整點啦，佢都會響嘅。咁睇下有冇機會拍到俾大家睇下啦。到最後睇完個鐘啦，咁其實呢度沿途啲街邊都有唔少嘅souvenir 啦，同埋楓糖啊，呢度應該好出名嘅楓糖。sorry， 唔好意思，溫哥華太靚啦，啲風景悶係悶咗啲，但係條街係 OK 嘅，呢度好行嘅。Anyway 啦，咁就今日介紹係咁多先，好，再見，拜拜。呢度嘅觀眾，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福到眼前，龍馬精神，學業進步，前程似錦，笑口常開，恭喜發財，年年高升。跟住唔記得撳埋 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小啷啷，多謝晒大家。